姐姐，姐姐，一起寻找。谁呀？给义渠君的一封急信。 咱们这次去岳阳，离咸阳不远。公子持正带着人跟王军他们打得热闹，等他们打累了，咱们再出手解决也有。哼，也许有一日，我们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到咸阳城里面去逛逛。对了，听说了吗？你那个姐姐，岳公主也回咸阳了。真的？那得赶紧。赶紧什么？赶紧打探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 什么意思？樱树上的话，小子，记住了啊，少在我面前卖弄。大王，大王，咸阳城传来消息，何事？是岳公主。岳公主在咸阳城遭人谋害，危在旦夕。谁胆子这么大，敢动我喜欢的女人？姐姐有难。五一白起，我们几个先去咸阳。 夫人，武王后，会后那边来人说带了书信，还要见你们。哼，米叔终于还是乱了阵脚。姑母，你说是见还是不见？让来人把书信留下，就说我跟武王后此时不便，就不见了。是。米叔肯定是听到风声了。 他想立公子壮为王，又想让我们替他出头，哼！可惜呀，算盘打错了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从芈月那儿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拿到手。是啊，时间紧迫，转眼已经10日。看着芈月日日被这蛊虫啮食，精神已经恍惚，鬓骨支离，可她还是咬着牙不肯就范。 这个女人好狠哼，让她再狠个3、5日，到时候姑母想让她做什么，她都情愿了。这边，跟我来。 岳公主，姐姐，姐姐，一起寻找。你放心，有我在。走，走。老婆，怎么样？我带兄弟们到那边放了把火。说得好，我们走。 走。老吴，
老五，你告诉我，月公主她怎么了？蛊毒？我知道她是被人下了蛊，可总有救的办法。过去我们的人中了蛊，你也用桃枝雄黄驱过蛊啊。不是，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你告诉我，你想想办法呀，老吴，你想想办法。你是说太晚了？他还能活多久？只有5日了。将军，龙大人，怎么样？据说米夫人被劫走时已经病得很重。不过，那夜袭击富阳宫的竟然是义渠王的人马，所以我想将军不必担心，既然是义渠军，不会对米夫人怀有恶意的。一定要搞清楚缘由，我得亲自去一趟。快去咸阳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不能看着不管！快去！快去！秦国！秦国有大难！姐姐，是我，你看看我，我是秋郎啊！他怎么了？他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？他现在谁都不认识了。可是他在跟人说话呀！他在跟他自己说话。秦国，快去！秦国，老吴，老吴！谁来？说，有什么办法才能救我姐姐？说，不说，不说杀了你！快说！不管有什么办法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哪怕用我的命，我姐姐的命。什么？可以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？行，赶快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，来动手吧，快！是我吗？是不是？那究竟是谁啊，老吴？是谁？你告诉我是谁？是谁能救我姐姐的命？你说呀！大王，若是有办法能救月公主，众人自然不会推诿。可是一命换一命的事儿，老吴也没有把握。他说过，如果蛊虫不肯，即使强行施法，他也无法请出来呀。大王，这样反而害了月公主。那为的是，既然老吴说那个蛊虫挑剔的很，他一定会选中。反正不是你。大王，我虎威难道是贪生怕死之人吗？可老吴一旦施法，那蛊虫真的应了，他害起人来极其凶狠。那万一选中了谁？不是谁，那个人一定是我们部族里的男人，而且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。大王，这正是我担心的事。这些人里也包括大王，这万一是大王，我们可连驱蛊的解药都没有啊！如果那个蛊虫选中我，就说明这个蛊虫有眼力，
就说明我跟月公主有缘分。大王，但月公主只是一匹克马，你可是草原的领头骏马，你不应该为了她一个人去送命。她不是别人，大王，她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去吧。